各位 DeepMind Pro 嘅觀眾啊，今集咧我想分享個訪談啊。呢幾日咧 AI 界最熱門嘅討論咧就係嚟自 Andrew Karpathy 啊。佢舊年就創造咗 Vibe Coding 啊呢個術語，令好多人震驚。但係最近幾個月啊，佢講咗一句説話，令到程式設計圈好多人瞓唔着。佢話我從來未試過身為一個 programmer 會覺得自己係追唔上呢個科技發展。如果你係一個想用 AI 幫手做嘢嘅人咧，呢個訪談有料到咧，我分享下 Andrej Karpathy 究竟帶咗咩信息俾我哋。好，講到 Andrej Karpathy 喺訪談入邊提過嘅框架啊，佢話軟件發展咧就經歷咗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叫軟件1.0啊，呢個階段係人類寫晒所有代碼，精準控制每一個步驟，你落咩指令，電腦就做咩，冇改變空間。後來進入軟件2.0咧，係人類唔再一個一個字寫代碼，而係整數據集、訓練神經網絡咧。你可以話係用數據去編程啊。而家呢個階段咧就係軟件3.0啊，編程咧變成咗提示工程啊。咁你唔再需要寫詳細嘅代碼啦，你只需要引導 AI。喺佢嘅上下文窗口入邊提供足夠資訊咧，佢就會幫你完成工作。佢舉咗一個好生動嘅例子，佢話自己以前整咗一個 app 叫 Menu Gen，你影低餐廳嘅 menu 照片，AI 會自動揾相應嘅食物圖片，整靚個 menu 俾你睇。佢用咗好多人手同心機去做呢個 app，但係後來佢發現軟件3.0版本只需要做一件事，就係將 menu 照片 send 俾 AI。然之後問佢幫我用 Nano Banana 風格整靚呢張 menu，就係簡單 AI 直接可以喺張圖片上面咧 render 翻啲食物嘅樣咧，完全唔需要任何 app。佢話呢件事完全顛覆晒佢嘅認知，因為佢發現自己之前所有嘅代碼功夫咧都係喺舊範式入邊做嘢，而新範式根本唔需要佢嘅代碼啊。所以呢個信息好清晰啊，唔係所有嘢都需要寫 app。啊，唔係所有嘢都需要寫代碼，而家 AI 係可以直接幫你完成工作，你只需要學識點樣引導佢。跟住落嚟呢，我想講另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 Vibe Coding 同 Agentic Engineering 係兩回事。Andrej Karpathy 話好多人將兩樣嘢混淆，但係其實佢哋有好根本嘅分別。Vibe Coding 咧係提升下限，任何人都可以做到軟件開發，門檻降到好低，唔識寫代碼，你可以靠 AI 幫手。快速整到你想要嘅嘢出嚟，好犀利。但係有個問題就係質素冇保證。Agentic Engineering 就唔同，佢係保持專業水準嘅前提下，用 AI 加速，你仍然要對你嘅軟件負責，唔可以因為用咗 AI 就引入漏洞，唔可以犧牲質素，但係你可以快好多。Andrej Karpathy 咧嘅比喻係 Vibe Coding 係將樓盤嘅地基填高啦。而 Agentic Engineering 咧就係喺已經係地面嘅樓盤上面起更高嘅樓，仲要係用更快嘅速度、更高嘅質素。佢話咗一句好值錢嘅説話咧，就係最頂尖嘅 programmer 用 AI 之後唔止係快10倍，遠遠唔止。佢意思係用 AI 幫手能力強嘅人可以比以前快唔止10倍，而唔係只係10倍咧。呢個對我哋有咩意思啊？如果你係創業者，你唔需要請咁多人，但係你需要識用 AI 工具嘅人。以前請3個 programmer，而家你可以請一個 agentic engineer，佢可以做到以前3個人嘅工作量。所以每次嘅科技進步，到頭來真係會令到有價值嘅人更加忙。下一個議題好重要就係 verifiability，呢個係 Andrej Karpathy 寫得最多嘅一個概念。佢話咧 AI 係喺一個人形強化學習環境入邊訓練嘅，實驗室會俾驗證獎勵。如果 output 可以被驗證係啱嘅，AI 就會被強化。咁所以凡係容易被驗證嘅範疇，AI 進步得最快，代碼、數學呢啲範疇係最典型啦，因為有明確嘅對錯咧。咁佢提出咗一個好有趣嘅觀察，點解 AI 寫曲會咁犀利，但係日常生活嘅簡單判斷會搞唔掂？佢話呢個叫 Jagged Intelligence， 鋸齒形智能 AI 喺某啲範疇極之犀利，但係喺其他範疇完全唔得，兩者差距非常之大。呢個對我哋有咩啟示啦？你想知你嘅工作會唔會被 AI 取代呢？即係問自己一個問題，就係我嘅 output 係咪容易被驗證啦？如果係，你要有心理準備啊！AI 喺好短時間內咧，
就會做得好過你。例如係創意、判斷、複雜、關係協調，你仍然有時間為呢個變化做準備。咁除咗啲 verifiability Andrew Karpathy 喺訪談入邊咧，仲引用咗自己一篇好出名嘅文章。佢話：我哋唔係喺度建造動物，我哋係喺召喚鬼魂。動物有內在動機，有好奇心，有身體，佢哋係響應環境而生長出智能。但係 AI 唔同啦，佢係被數據同獎勵函數塑造出嚟嘅，唔係因為想要啲咩好奇啲咩而存在啦。佢係統計模擬嘅電腦，複雜但係零散啊。但係我有時都會睇啊，既然 AI 係模擬人類大腦，而我哋同 AI 嘅唯一分別就係我哋嘅脆弱。但係當我哋將呢種脆弱都寫入去 AI 入邊，例如當佢有機械人嘅身體嘅時候，會唔會同我哋一樣都有一個存在嘅意識呢？又或者調翻轉講呢，其實我哋嘅大腦只不過會唔會到頭來其實都只不過係一部生物電腦啦？我哋一直強調嘅人性靈魂，會唔會有朝一日其實都可以模擬出嚟嘅？咁呢個值得我哋去思考下。咁樣講係有啲嘅實際作用。如果你明白 AI 唔係動物，你就唔會浪費時間嘗試用常理去理解佢嘅行為啦。你會用另一套方法，就係測試、觀察、調整。佢舉咗個例，佢嘅 agent 曾經用 email 地址去配對用戶嘅付款，但係如果你用唔同嘅 email 搞 Stripe 同 Google，就會對唔上。呢個係人類根本唔會犯嘅錯，但係 AI 會。呢個對我哋有咩意思啊嘛？你唔可以假設 AI 明白晒所有嘢，你必須清楚知道你想要咩，唔好留有任何模糊空間。咁啊，再嚟咧，Andrew Karpathy 咧提過另一個趨勢咧，就係 AI native 基建。佢話而家所有嘢都係為人類設計嘅，咁文件係俾人睇嘅，界面係俾人操作嘅，URL 係俾人撳嘅，但係未來所有嘢都要 agent first。你描述你要做嘅嘢，AI 幫你執行。佢話自己寫 manual gen 嗰陣，最難嘅部分唔係寫 app 本身，而係部署，要搞 DNS， 要串接第三方服務，要喺唔同平台設置賬號，呢啲全部係為人類設計嘅流程，唔適合 AI。佢個願景係將來你想整一個 web app，你只需要描述你想要咩，AI 幫你整，幫你部署，完全唔需要你出手。呢個就係點解佢話所有嘢都要重新做過，唔係升級，而係重新建構。呢個對我哋有咩意思？你今日建立嘅任何系統、任何流程，如果一開始就係為 AI 操作而設計，佢嘅價值會隨住 AI 普及化而不斷升值。呢個訪談對我哋有咩影響呢？第一個影響就係技能要求正在轉變。以前你需要識寫 code，而家你需要識引導代碼呢，你需要知道想要咩，正確定義清楚，然後識得審核 AI 嘅 output。Andrew Karpathy 話得好清楚，你唔會再需要記住啲技術細節啦，AI 幫你搞掂啦。但你需要知道件事背後運作原理先可以設計正確嘅 spec。呢個係好大嘅思維轉變啊！以前我哋讀書學嘅嘢好多係點樣做，而家變成點樣叫 AI 幫你做，但係你仍然要知對與錯嘅標準啦。第二個影響咧就係資訊中介正係消失啦。互聯網出現嗰陣咧，有一批人咧係靠做資訊中介為生啊，幫人揾資訊啊，整理資訊啊，傳遞資訊啊。呢批人後來消失咗大半啦，因為 Google 出現咗，而家 AI 會做同一樣嘢，但係今次消失嘅係更多嘢。Andrew Karpathy 引用咗一句説話，就係你可以外判你嘅思考，但係你唔可以外判你嘅理解。佢話自己喺呢個系統入邊仍然係樽頸，因為佢仍然要知自己想做咩，要達到咩目標，要點樣引導佢嘅 agent 啦。你仍然係導演，唔係演員，只係以前你要做演員，而家你可以只做導演。但係演員做咩，導演做嘢咩？呢個仍然係你需要思考嘅問題。第三個影響咧就係信任係一個新成本，因為 AI 係鬼魂啊，佢喺某啲地方好犀利，但係某啲地方完全幫唔到手。你需要持續監察，你需要有能力判斷幾時信佢，幾時要介入。用翻之前提過 manual gen strip 配對 email 嘅例子咧，你唔可以盲目信 AI，你必須要設計系統去捕捉呢啲錯誤。呢個係新技能，唔係所有人都有，但係有呢個意識同冇呢個意識做出嚟嘅嘢會好唔同。咁最後我想講，呢個訪談帶嚟咗機遇。第一個機遇就係重新建構你嘅流程啊。Andrew Karpathy 話好多嘢而家仲係用舊範式運作，完全可以重新設計過。你有冇任何流程
係靠人手重複操作電腦完成嘅。呢啲係軟件3.0可以完全替代嘅範疇啊。關鍵問題唔係 AI 可唔可以幫我做到，而係我點樣描述我想做到嘅嘢。第二個機遇就係驗證型工作係而家最大嘅風口。凡係 output 可以被驗證嘅範疇，AI 已經好掂或者即將好掂。唔係叫你走去研究 AI 底層技術，而係如果你嘅工作係服務某個可以驗證嘅市場，你可以利用 AI 好快建立系統。第三個機遇呢，就係 AI native 嘅工具同埋基建啦。Andrew Karpathy 話所有嘢咧都要重新設計俾 agent 用啦。而家係極早期，佢形容自己每次睇 document 嘅時候都好痛苦。點解啲文件係寫俾人睇嘅？點解唔係寫俾我嘅 agent 睇？佢話呢個係 agent first 基建嘅需求，而家有大量嘅空缺。如果你有能力設計、開發、銷售呢類工具，你係喺度建立緊未來嘅基礎設施。呢個空缺唔需要你好犀利嘅 AI 技術，你需要係理解 AI 點運作啦，點同人互動，然後用呢個理解去重新設計現有嘅工具。第四個機遇就係 taste 判斷方向，呢啲係 human only。AI 唔擅長品味，唔擅長美學判斷，唔擅長知道你想做咩。Andrew Karpathy 分享咗佢嘅 Micro GPT 項目，佢嘗試叫 AI 簡化再簡化 LLM 訓練過程，但係 AI 完全做唔到。佢話感覺就係 pulling teeth。你係喺逼呢個例子話俾我哋知 AI 喺某啲範疇係有弱點，唔係模型唔夠大，而係底層架構就唔適合做呢樣嘢。你呢個想做好每一件事嘅人呢，呢啲正係你最大嘅價值，你嘅 taste、你嘅方向、你嘅判斷，學識用 AI，但係唔好假設 AI 可以幫你諗清楚想做咩咧，呢個仍然係你嘅責任。今集分享咗 Andrew Karpathy 嘅訪談精華，唔知道大家吸收到幾多？我個人最大嘅 take away 係呢句就係你可以外判你嘅思考，但係你唔可以外判你嘅理解。AI 可以幫你執行啊，可以幫你做 research， 可以幫你寫 code 啦，可以幫你分析數據啦。但係你自己嘅理解、你嘅方向、你嘅判斷，呢啲係冇人可以代你做。呢個係幾年前已經有人講過嘅道理嘅，但係喺 AI 時代咧變得更加尖銳，因為以前你外判思考，起碼要自己喐手做，而家你連喐手都可以外判，但係你仍然要知自己做緊咩。與其擔心 AI 幾時取代你，不如問自己我到底想做咩？如果你答得到，你就可以用 AI 幫你做到；如果你答唔到，AI 幫極你都係有限。咁呢個就係 Andrew Karpathy 話過嘅，你仍然係 bottleneck，只不過係提升咗層次嘅 bottleneck。咁啊，如果你覺得今集對你有幫助呢，記得俾個 like 同埋撳埋個鐘仔。我每個禮拜都會分享 AI 嘅使用心得呢，我哋下一集再見。